总是咱的灵魂、咱的心智，爱一天一天不断的换新。因为咱的上帝是各真各活的上帝，咱无甲早日的人来对比，总是咱要面对今仔日。所以当时耶稣甲尼哥底母对话的时阵，伊用最大的诚恳，甲这个入眠时来就问伊，要来探讨生命伟大的课程的人。伊甲这位犹太人所尊敬的一位学者、慈善家、宗教家，伊甲伊讲一句话：你着定头生。人若无定头生，袂当看见上帝国，也袂当入伫上帝国。所以对着咱来讲，定头生是永远对上帝来最大的祝福。历史世界大战的时，英国遭受德军极大的攻击，特别到伫罗马手入暝的轰炸，地球因无法度好好来生活。咱拢知影，伫迄中间有一个足伟大的首相叫做丘吉尔。咱定讲是丘吉尔甲英国女王，和这个国家无地球来伫战争的中间全衰微去。总是伫历史的中间嘛，甲咱提起一项。其实伫迄个中间，佫有一个足伟大的人。讲伊的伟大，并毋是做偌大的代志，是每一天，当德军来轰炸、灯火关闭，规个伦敦城拢黑暗暗的时，因尽管是伫暗时8点拍开收音机，听一场的广播。迄场的广播就是 Anglican Church 的大主教 William Temple， 伊每一天拢伫遐用收音机带这英国的百姓读圣经、听道理，互整个的英国伫迄款的时代因坚强来好好活落去，愿活靠上帝话。William Temple 牧师伫所写的册足大足多，我一世人嘛读袂了，总是我永远会记得伫所写的册中间有一句话。伊讲上帝互咱一个最大的恩赐，伫每一天的中间。上帝互咱每一天的中间有一个最大的恩赐是甚物？悔改。悔改就是过一摆，不时对准着这生命的焦点，咱的主，咱的信仰；不时来对准这生命的焦点，就是圣经的真理；不时甲你的主三角连结，不时悔改伫伊的面前，这是伊每一天互咱最大的恩典。所以今日牧师来也真想要甲咱分享一段故事。尼米记，尼米是一段足重要的历史，不过通常伫咱教会宣扬、咱教会宣教中间，常常却是一段受忽略的一段历史。必须安尼来讲起，以色列人受掠到巴比伦，拢总几年？70年。伫70年后，上帝照伊的无限的恩典的业力，来互这个人通过迄王的讨棒，互因人倒转去，倒转到故乡，重新来起造因的家园。这是发生伫主前530年的故事。主前530年，这以色列人因会当对因受掠的所在，佫倒转去，初转去的人约着差不多5万人。伫中间开始面对生命要怎重新来开始，因嘛面对一项足要紧的事实，就是对阮的祖亚伯拉罕开始，一代传接一代，总是阮远远离开耶和华上帝伊的诫命，照着摩西传予阮的律例，阮远远来离开伊。所以地到阮今仔日陷到即款的处境。所以当伊坐伫巴比伦河边的时，人对我讲：“你着唱起你故乡的歌，互我唱，互阮听的时阵，我要甲家己讲，我若袂记迄个故乡，我若袂记上帝律例，当阮丧失一切。无简单，因转去啊。当伊转来时，诗篇嘛有写，因欢欢喜喜转来，正人拢讲上帝为着因行大事。总是安尼，只个咱来知影。因转来，因嘛暗算要重建圣殿，总是也毋知什么因端。经过10几年相当长的时间，迄个圣殿只有立地基过来停止。可能是拄着艰难，可能拄着反对。经过10几年后，先知哈该、先知撒加利亚伫奔波的中间才来完成。但是这个故事继续向前。今日咱读这段圣经。已经到主前444年。你若用时间来算，我已经甲恁算好啊吼，所以你毋免去算。受掠到巴比伦是70年，总是到今仔读这段圣经的时，444年已经经过90年啊。
直接问一句话：这90年咧创啥？比受掠到巴比伦70年，搁加20年，安尼算起来，因70年，因这90年，因伫遐咧创啥物？尼米是一个酒政，是一个王所重视的官员。酒政甲花食饭的、甲喝酒的，对王来讲是上清君的两个人，所以伊的地位是不得了。这位伫王身躯边做酒政的尼希米。伊嘛真爱知影我的故乡什么款，转去遮尔侪代人啦，一个 generation 若是16年，90年已经将近6个 generation。那安尼因伫遐毋知经营什么款，我嘛足爱知影。无拍算，即边伊对故乡转来滚来的人，中间一个人叫做汉拿尼。现在汉拿尼是尼米一真亲的一位兄弟，所以当汉拿尼转来时，真爱知影讲，紧甲我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伊所期待听就是因伫即个上帝所赏赐，互因转去的地，伫遐重建家园，伫遐好好来起做因敬拜上帝生活。当时无拍算，当汉拿尼转来甲因讲，第30安怎写？阮对故乡转来。汉拿尼讲，犹大省受大灾难，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，城门去用火烧去。尼米咧问，这90年你咧创啥物？我干来当讲一句话：照啉照食，照带照嫁，照常过好日子。照圣经讲，当哪做大船以前，人是啥物？人照常吃喝嫁娶，人照常过伊家己的生活，并无什么差别。属龙共享，生老病死，90年。比受掠70年搁较久，已经90年啊！总是城墙去用拆毁，城门去毁坏，互火烧去，拍远啦！各位，拍远毋是一天两天，拍远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啦。总是会当安尼讲，是汉人年有感受，毋过住伫遐的人，我甲人讲一句话：惯势啊，习惯啊。惯势啊！什么是惯势？就习惯性自然，已经无感觉。较烦恼是啥物？啊，什么人因兜哦，今仔日要娶新妇啦？啊，什么人因要入厝啦？什么人搁死啊？什么人搁生搁一个后生啦？什么人搁要创什么代志？因差不多所关心的都是这个世界。当伊要倒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，当伊要倒转去到上帝所赏赐应允的地的时候，迄阵的心智是啥物？总是经过90年，结果是啥？结果是城门受拆毁，受火烧，城墙也已经无存在。习惯性自然，当然就慢慢就无感觉。自我若感觉真好的人，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装睡的人就叫不醒。时间咧过，历史咧行，人是惯性的中间，渐渐将这一切无真深的感受、真深的感觉，存在已经久的代志，若感觉真惯势的时阵，咱就对这个代志，咱无真正的觉醒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咱的生活，伫咱的信仰，伫咱的教会，淡水教会已经行过150年，150年以上。伫遐，咱要伫人的面前要做什么款的干净？人要来看咱，人要来看咱的信仰，人要来看咱的教会，人要来看咱伫中间，伫时代中间咱的表达。每一礼拜，咱拢有一本真厚的手册，一本的周报。伫周报的中间，拢有真侪事工，嘛有真侪活动，嘛有真侪聚会。我想到阮初中的时拍篮球，我一个初中拍篮球的伙伴嘛有伫遮吼。队长落伫遐吼，阮拍篮球好多啥？姿势100，结果就袂晓拍。姿势100，
什么聚会拢有，什么活动拢有，总是好好中间来看，迄中间的生命力、感动力。人对我讲，咱的教会是甚物？成早什么款的关系？有时咱真侪时阵已经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负担对咱家己生命的负担。台湾的宣教，北部的宣教，对马介牧师开始，187年到今仔日已经2024年，到底要怎么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承接这个生命的承担？年米是最旺的酒精。我简单一句话，伊好食好困，伊逐项拢有，逐项拢无欠。伊嘛咱继续伫遐做好，伫即个官会当食三代人嘛食袂空，好好过日子，就代志到遮结束。到伊死的时，嘛会当办一个真大的告别式。总是今仔日咱看年米记，并不是安尼开始。当年米听到汉人年转来甲伊讲这话的时阵，伊听了顿立坐，即句人话听有无？顿立坐，阮阿公讲话讲袂出来。圣经上写讲，伊哀伤，伊啼哭，伊禁食，伊毋是举办禁食祈祷，根本就食袂落。伊只为着这来哀伤来啼哭。年米其实对这开始的，对哀伤啼哭、悔改认罪来开始。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，甚至到这就知影这个故事尔，总是年米伫哀伤啼哭中间，伊开始将这个对心内一个足大的负担来开始。对年米来讲，伊感受。伊听到伊汉人讲，犹大省多受大灾难、受凌辱，一个90年伫遐已经中间家的人，已经失落迄种尊外的尊严、自尊，迄个勇气是甚物？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，一种失去要搁自我来保护迄款的拍算甲决心，迄个城门复火烧去。失落一人对家己这个名永远的在意，所以各位兄姊妹，今日咱所需要，并不是需要大量的文书。今日咱所要讲的，不是讲阮的教会有几年的历史。今日咱所要在意的，不是阮几一年偌济奉献，今日真要紧是搁一摆倒转来，是不是咱伫生命的深度、生命的追求的顶面，有更较大的意向？还佫会记得1985年9月7日礼拜日，同款这个礼拜，牧师徛这个所在邀请咱，因为咱即摆要搁聘牧师嘛，对不对？真要紧哦。然后我问一句话，阿阮你毋知你搁记的话，我问一句话，恁聘牧师来要创啥物？聘牧师来要创啥？我来啊，爱我做啥物？牧师来上好啊！我逐项拢妥当好办啊，婚礼嘛好办，丧礼嘛好办，逐项拢好势，至少嘛有人礼拜日来开门。我会记伫讲，我甲会友讲，牧师来两项代志，毋过嘛是一项代志尔，都两项代志。牧师来是咱斗阵来学习真理。牧师来是招咱斗阵来祈祷亲近主，学习真理、读圣经来祈祷来亲近主，这是一项事。不过这是真要紧、真宝贝，所以我邀请讲咱来哦，莫将咱的教会家形式化。逐礼拜拢有一个查经祈祷会，逐礼拜拢有一个查经班，后一个聚会，不过逐项拢有。到底迄大愿是十八个还是放心的？好好去想，唔好想讲变一个牧师解决所有一切。即摆这时代要找到一个牧师，18项武艺行行该灵的，也差不多真少啊。
毋过来嘛无效。如果咱的心无去改变，如果咱若无迄个感受，无迄个觉醒，你会发现，大物件拢有。核心价值在哪里？生命力伫倒位？感动力伫倒位？行动力伫倒位？这拢值得咱去好好思考。今日咱要敬拜，今日咱真理学习，特别我鼓励咱这中职，中职会当互人的，毋是我伫开会表示我偌侪意见，我定定讲一项。上帝无苛欠咱的意见，嘛无苛欠咱的经验，嘛无苛欠咱的才能甲温数。上帝所爱的是来自于我，甲我三个连结。如果咱对真理的渴慕，对信仰的追求，失去迄种真强的意愿，日子拢会过，一天一天咧过。今年若是152年，明年一定是153年，你要信无？好好来想看卖。所以年尾听这个声的时，伊嘛毋知要对倒空去，伊只有伫上帝面前坐落，顿立坐落，哀伤，一只祈祷，一只认罪。伊一只悔改，一个人毋知家己有啥物软弱，感觉逐项拢有的人，要安怎将啥物物件互咱？所以为什么耶稣伫登山宝训遮尔要紧的时阵，伊第一句话根据马太的记录，伊写出来，第一句话是啥物？伊讲马该着福气啊！将家己一切拢放下，心内爽向，这无法度翻译啦。毋是讲虚心，也毋是心内爽向，都、就是将所有物件拢放下。我定心要来听出对上帝遐来，安尼天国是恁的。天国毋是一个取代品，天国毋是一个福利品，天国毋是加一项物件互你，天国是这酒对上帝遐来。今日咱的教会需要伫上帝面前。将所有望拢放伫遮，好好来重建，好好来重建咱教会敬拜墙、敬虔的心意的墙，好好来重建咱灵修的墙，好好来重建咱祈祷的墙，好好来重建咱委身的墙，好好来重建咱欢喜来宣告，重建咱家庭基督是我家的主的墙。有偌久啊？咱已经失落迄种的想法。I have a dream， 我有一个梦，逐礼拜拢咧过。所以我嘛鼓励咱遮个中集，最主要的讲是啥物？将咱的生命献落出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通来查验，什么是上帝纯全善良。通欢喜的旨意。早起要来，伫车底甲牧师娘讲，遐尼久无转来吼，我往转来会使啦吼。遐尼久无转来，我一时嘛毋知要对倒讲去。但是我通甲讲强，我常常为你们着急呀。心会着急的，咱的教会，北部第一间的教会，今日还有偌济慕道友伫咱中间，今日偌济人是因为通过咱的影响，带来到主的面前要来听道理的人。大家来努力吧！我对我心内深深的祝福，这间算起来，想我一世人牧会上苦的教会，嘛真意爱咱继续
会当承接马偕牧师，而且设立教会第一间，我相信嘛真大期待。三个来祈祷，施恩的主，愿你圣神来带领，引带阮入一你道理的中间。下面我伫讲话中间，难免有所个人的激动，总是嘛深深意爱，好好定心来去做属于主你的圣会。人看阮什么无重要，是上帝你怎样看阮？阮想要做什么嘛无重要，是上帝你爱阮做什么？主啊，激励阮的心吧，帮助阮到你的面前来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愿我为哪听你，我主祈祷。